各位主內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次分享嘅主題係迦拿婚宴。請讀聖經，約翰福音第2章1至12節。第3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，耶穌的母親在那裡，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。酒用盡了，耶穌的母親對他說：他們沒有酒了。耶穌說：母親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？我的時候還沒有到。他母親對用人說：他告訴你們什麼，你們就作什麼。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，有6口石缸擺在那裡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穌對用人說：把缸倒滿了水，他們就倒滿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穌又說：現在可以舀出來，送給管筵席的。他們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，並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，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，對他說：人都是先擺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，才擺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顯出他的榮耀來。他的門徒就信他了。這事以後，耶穌與他的母親、弟兄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，在那裡住了不多幾日。首先理解下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句語。第3日，酒用盡了，加利利的迦拿、迦百農兩地相距大約30公里。管筵席的人，新郎、母親，即是瑪利亞。耶穌和門徒，用人。耶穌與他的母親、弟兄，娶親的筵席，水缸，好酒，頭一件神蹟，榮耀。留心呢啲詞語係會幫助加深認識整段經文嘅意思。第3日，經文開始就用上了第3日呢句詞語。如果是從第1章數起，分別有次日第29節，再次日35節，又次日43節。如果由第1日耶穌呼召門徒起計算，是第4日了。要用這個方式去推算，那麼第2章1節所說嘅第3日，剛好就是7日了，是完美嘅一周。昔日喺創世記1章9節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神看着是好的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3日。主耶穌所變嘅酒，其中嘅成分可能有水和葡萄果子在內，應是上好的葡萄酒，所以是美好的，就如神稱創造為美好嘅一樣。猶太人娶親嘅筵席是為期7日，婚宴除了管筵席的人，還會加上一位嬸母去參與打點一切，因為嬸母是必認識新郎和新娘嘅親友，方便去招呼和安排筵席嘅上座。既然耶穌嘅母親被請去赴席，連耶穌也被請去參加，他也參加處理缺酒嘅事情，所以估計他是那位協助打理嘅嬸母。1至11節嘅經文是用一個排比對偶嘅結構，用咗 A、B、C、D、C 派、B 派、A 派嘅方式寫成嘅。A 序言，婚筵裏酒用盡了，顯出新郎嘅虧欠，1至3節上。B 瑪利亞與耶穌嘅對話，3節下至4節。C 瑪利亞吩咐僕人聽從耶穌，第5節。D 有6個石缸，是猶太人潔淨之禮用的，第6節。C 派耶穌2次吩咐僕人，7至8節。B 派總管對新郎嘅對話9至10節。A 派拔即係結尾，
顯出耶穌嘅榮耀，門徒就信了他。11節，按照釋經嘅原則，結構法當中嘅 D 中心節係2章嘅第6節，係作者嘅中心思想，也是重點。酒用盡了，那麼作為管筵席的人，是否理應每晚都要查點一下，明日食物和酒水是否足夠才是哦？看來他有所失誤，因為當時嘅習俗，主人家有責任滿足賓客嘅需要，管筵席的更要留心，沒有顧及，就係帶給新郎對賓客嘅一個虧欠。酒既用盡，原則不關耶穌一家嘅事，由管筵席嘅人安排用人去買便是，何須瑪利亞出手同埋出口相助？所以第3節，酒用盡了，耶穌的母親對他說：他們沒有酒了。瑪利亞是協助管筵席的那位嬸母，所以他想叫耶穌去解決呢個難題。如果係叫耶穌和門徒去買酒，或是由耶穌安排用人去買酒，那麼耶穌應該唔會有第4節所述嘅反應，去買就得啦。對他說，為何不直接對用人說？所以明顯係故意對着耶穌講。作為母親嘅瑪利亞早就知道耶穌係從聖靈懷孕而來，是他肉身嘅兒子，也是神的兒子。昔日耶穌降生滿了潔淨嘅日子，約瑟和他上聖殿，把他獻與主，遇見西面，聽了聖靈感動所說嘅話。路加福音2章29節，看見神的救恩是為萬民所預備的，是外邦人的光，是以色列人的榮耀。如今瑪利亞看見兒子帶着幾位門徒從迦百農而來，或多或少都會加重婚宴嘅消耗，所以佢知道冇酒嘅時候沒有讓管筵席嘅人去處理，便要求耶穌去解決呢個難題。在此之前，耶穌不論在家在外，也是從未行過神蹟，因為水變酒是他第一個神蹟。那麼瑪利亞何以知道耶穌能用特別異能嘅方法去解決這個難題呢？瑪利亞咁做是好想耶穌喺門徒面前有所作為。既然開始出來傳道，一方面可以解決冇酒嘅問題，也是時候喺門徒面前去展示出耶穌嘅神子身份。無奈時機未到，變成干涉了主嘅作為。所以第4節耶穌同佢講：我與你有什麼相干？我嘅時候還沒有到。耶穌咁講，相信係與屬靈嘅事有關。其實這不是耶穌第一次回應瑪利亞嘅。耶穌12歲嘅時候，路加福音2章49節，耶穌說：為什麼找我呢？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？如今瑪利亞沒有退縮，反之。第5節，他母親對用人說：他告訴你們什麼，你們就作什麼。是好有信心嘅要求。作什麼？真的係去買酒嘅意思嗎？看來不是去買酒嘅意思。根據資料，每個石缸大約用100公升嘅水。如果用每桶水是30幾公升，6個石缸要倒滿，要成20桶水，都幾辛苦。耶穌嘅吩咐，用人嘅順從，就展現出一幅十分難得又美好嘅場景。其實你當帶着空嘅桶去買酒才是，為何要打水，又把水倒滿石缸呢？是否有啲唔合理？上心啲，真係有啲唔合理。唔買酒唔合理，去打水唔合理，把水舀給管筵席的也是唔合理。但是呢個吩咐係耶穌所說，是合理嗎？原來信心從來都不講是否合理嘅。如果係按照足夠嘅理由去做，那麼就係看環境和條件去順從和處理事件，這就算不上真信心。而且那些石缸所盛載嘅水，有人稱之為洗腳水，可能係從井裏打上嚟嘅水，給來賓洗腳之用。他們不會將用過嘅洗腳水倒返去石缸之內呢？水變酒超越咗人所理解嘅自然科學嘅定律。水嘅化學成分係2個氫1個氧，
酒嘅化學成分係 C2H6O， 2個碳、6個氫、1個氧，係完全不同嘅成分組合。昔日基督耶穌參與創天造地，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箴言8章30節話：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師，即係工程師或者係建造者，日日為他所喜愛，常常在他面前踴躍。如今他要將水變成酒，亦是易如反掌，冇難度的，對嗎？水係倒滿嘅時候，還是搖出去管筵席嘅時候變成美酒，實在無從得知。然而這不是重點啊，重點因為它是主耶穌所行嘅頭一件神蹟。剛才結構法嘅中心句子重點係第6節，是藉着這6個石缸去承載着由水變成嘅酒，給人美好嘅享受。我們作為主嘅門徒，也可否成為活水嘅器皿，如同那6口石缸一樣，把生命嘅活水給未信主嘅人，讓他們也得享主所賜嘅美好生命。第11節是顯出他的榮耀來，好讓全然放棄一切跟耶穌嘅幾位門徒知道自己沒有跟錯人。所以11節尾，他的門徒就信他了。呢個神蹟成全了門徒對主嘅信任。跟住12節記載耶穌和他的母親、弟兄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，是讓這幾位門徒和他們的家人重聚一下，並且去向家人、親友、鄰舍分享呢個神蹟嘅經歷，讓他們都認知耶穌是從神而來，跟耶穌是對的。他們放棄打魚而選擇跟耶穌是非常對的。加利利嘅迦百農會堂和周邊地區係主耶穌經常講道行神蹟嘅地方，是一個福音嘅基地。今日我們都是按照主嘅吩咐去紀念主，擘主嘅餅，喝主嘅杯，是照主在聖經所吩咐嘅去行，不需要問理由。馬太福音28章20節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感恩哦，有主耶穌嘅吩咐，我哋能一同嘅遵守。感謝主，他常與我們同在，讓我們可以彼此分享主奇妙嘅作為、神蹟奇事，領受主嘅吩咐，得着主嘅保守、賜福、救贖、恩澤、榮耀和他同在一處。馬太福音18章20節肯定話：因為無論在哪裏有2、3個人奉我嘅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感謝主，讓我哋去紀念佢，藉着禱告他也紀念我們各樣祈求和需要。所以擘餅聚會是極之值得參加嘅，在教會也是我們傳福音基地，遵行呢一個嘅吩咐，往普天下去傳福音，對嗎？所以跟隨主、為主作福音嘅使者，是你和我最好嘅選擇哦，對嗎？請同心禱告。昔日主啊，你藉着這6口石缸去承載着由水變成嘅酒，今日我唔可以成為福音嘅器皿，如同石缸承載滿滿嘅水，跟住變成美酒，滿足世人嘅需要。我們應當好似那些用人，不問理由是否合理，主怎樣吩咐便怎樣行。現在我們可以為主而活，為主去傳福音，回報主嘅救恩，將生命嘅活水送出去。福音嘅結果是由主去決定，正如水是盛滿水缸嘅時候，還是舀出來嘅時候變成酒，一切都是那位萬有者所定，是主所看為美好的。水變酒是要顯出主嘅榮耀。感謝主，認識你是那位創造者，你是何等嘅尊貴榮耀。主啊，願你幫助我們預備好做你嘅用人，成為器皿為你使用。跟耶穌是對的，如今又可以常常思想你奇妙嘅作為。主啊，多謝你。感恩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，阿門。